大家好，我是梦欣老师。今日我教大家下爬舞蹈，好好来运动，也要好好来跳舞，本大家保持好的身材。接下来，也要学习体操动作。同样，也要上一排的课程没有学过，不过也要再复习一排，也要脚往前踏，踏一步之后往上跳，1、2、3、4，再一排哦，准备。开始，1、2、3、4，同样5加6加是同样的动作，不过也要越来越熟练。再一摆，预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，5加6加7、8。新的动作是往旁边滑步，有一些些的变化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往后退一点点，再一摆哦。准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，再来一摆哦。预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也要从踏出来，准备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加6加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不过，也要1、2、3、4的时候是滑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的时候往后退4步，5、6、7、8。也要脚抬起来，准备。开始，1、2、3、4， 4步，5、6、7、8，再来一摆哦。准备滑步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然后往后退的时候，有一些的往上跳起来，看清楚哦。1、2、3、4，非常好。拿下去，跳起来，1、2、3、4，再来一摆哦。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，接下来也要从滑步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再来一摆哦。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我们要从踏出来，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加6加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5、6、7、8的时候呢，手要卡起来，我们要先学习滑步的手，我们要滑步的时候，同样手打开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的时候，很太向下来跳舞的感覺。5、6、7、8，準備哦，再來一道哦，預備，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加6加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再来一摆哦，從踏出來，預備，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加6加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，再來一擺哦，準備，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加6加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5、6、7、8的時候，唔是跳太步，同樣一絲絲的往後、往後、往後、往後。然後也唔是跳很高，輕輕的往上跳。1、2、3、4，非常好。唔過咧，人家會大腿同樣愛抬起來，因為呢，人家抬起來的時候，肚臍張會出嚟。鼓手，人家彈起來的時候，
都是顺下出嚟。1、2、3、4。从侧面来看，人家要往后的时候，有一些些的身体向前倾。1、2、3、4，看清楚来哦。你偏上同样1、2、3、4，安尼才会站得稳哦。再来一道，准备咯，从滑步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再来一摆哦，一样，同样从滑步开始，预备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我哋要從第一隻動作開始，從搭數開始，預備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加6加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再來一擺哦，準備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加6加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我注意一隻第一隻動作嘅時候，人家就要腳趾頭要放鬆往下蹲，按你這樣彈得起來。鼓手係按你1、2、3、4，有看清楚冇？大腿要出嚟1、2、3、4，下來這樣係5加6加7、8。安尼數同樣要從後面往前，從後面往前。鼓手人家要從搭數的動作再來練習一擺。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加6加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再來一擺哦，我要加快速度來念拍子。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加6加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我注意一個地方，往後退的時候呢，腳目開開的，腳要夾起來。1、2、3、4，非常好。人家就會腳做唔得跳開會唔好看。鼓手人家就要夾起來。1、2、3、4，大家有看清楚冇？人家就要再一擺，準備哦，從搭數來。1、2、3、4、5加6加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接下來人家就要拼樂來試看呢，準備咯。5、6、7、8。再來一擺哦，準備搭數哦，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再來一擺哦，調整呼吸，加油哦。5、6，開始。非常好，再兩邊，準備咯。5、6，開始。非常好，最後一擺，準備咯。5、6，開始。非常好，大家調整一下呼吸，大家都要學習一下。